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今下來做運動了哦。今日玉梅老師要帶大家做乜嘅呢？那個西來嘅鮪魚肚啊，哈，那西模樣呢就做什好看啊？野味係野味，哈，都市係都市，哈，臀部係臀部。咁樣嘅做呢？你看玉梅老師從抽蛋呢哦，蛋呢抽髒髒哦，就可以做按深層的運動，做按後的運動。鄉親朋友，強下來做哦，好，人家今日來做野味嘅關節身體，那野味哈要一天，好，給嘛繫腰帶，好，托腰帶的地方叫帶脈，那帶脈也條呢，係結合腳嘅下半身跟身體的上半身呢，給人哋聯絡道路，當重要。你看，假使講講當位。肚多誒，糖都講，哎呀，我腰閃到啊，我野味痛啊，野味酸呀。啊，野味主要那個力量來自於哪裡？人家肚子，人家肚臍眼，丹田有力，那個丹田的力，丹田有力，走路有風。故說人家個肚子呢，個野味係當重要的。也玉梅老師呢，先教大家非常非常有能量的跑啊，個當有能量的給人的動作哈，這很抽張來，你肚臍眼收。好，你看肚子數，好，不用出來，數，好，你側邊按呢，你側邊玉梅老師按呢，看側邊的肚子哈，可以數到按呢，不用喊，數，吐氣，吐，你講肚臍眼，肚臍眼來靠後面的腰，好，不用想鬆，好，收，數到便平按呢，好，個不用想鬆。好，收緊，好，不用享受。抽蛋來，不是做運動哦，哈，你做老人，只要把人個意念、人個想法、人個專心，不用多樣，好，你就可以強化人個腹部、腰部。最重要的係人家懂人哈，玉梅老師講哈，我老人講法，我老人分享，我們可以做按多。腹部的運動，你看你抽公茶，哈，你抽蛋呢，你抽火柴、抽飛機，冇人看到啊，你抽蛋，你做乜嘅太陽咩唔掂？不過呢，你已經練功練好嘅，哈，你咪看唔會便秘，看唔會有行痛有問題，好，那你那個大腸、小腸啊，那消化道啊，全部都是有冇？你就接按你吐氣、吸氣、吐氣、吸氣。吐氣，吸氣，按身體唔好按的啊，唔好按的。好，彎腰駝背，抽張來，肋骨以上，好，你可以不用那樣，你肋骨以上不動，好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鄉親們有聽我做嘛？也給安尼係有錢買唔到的，給安尼當健康的，當有價值的經驗嘛哈。好，吐氣，吸氣。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好，你就可以做，你想做幾多你就做，哈，你就胸以上、肋骨以上唔好停動，當容易按呢，停動係按呢，做呀，按呢係冇辦法做到要按深層，好，這些壓肋骨以上不動，你就說放，啊。當舒暢啊！你哈，你做完你拍，就是拍，好，一嗨，鄉親朋友，你只要運動，你只要動起來，就當熱嘞，身體就當有能量嘞，好，按你毛細孔全部都張開，就讓我們排毒，過會唔好排出來哈，好的氧氣是吸進去，好，也係輕簡單的，就是肚臍眼，好，練腹部，好，過來呢，那抽張來哈，野味好，用野味，你鼠標呀，用野味轉，好，向前面，向後背，好，收肚子，向左邊，向前面，特別教我孫呢哈，佢只會同我向下做，佢說哈，佢當然一定會上廁所，當然一定會排便，唔會便秘，做一個動作哈，可以按摩人的腹腔，按摩人的下半部，好過人的野味哈，看唔會閃到腰啊，哈，要唔係腰痠背痛，好，也係玉梅老師給我講較清楚點位啊，
安尼肚臍呢，哈，縮肚臍，向後背，你可以美老師哦，數到動很安尼縮，好放啊，縮放，好，你縮的時候呢，你刻意提肛縮陰，人講老人家哈，老氣哈，可不可以？莫講老啦，婦人家強身也強後會漏尿啊，會尿失禁啊，會頻尿，一按不放起來記下多，好，玉美老師教你個秘方哦，好，那你縮放。縮放有冇？前面後背，前面後背，好，做好些呢，左片，好，右片，左片，右片，鄉親朋友，做好些，你就繞圈圈哦，你啲冇一隻動作，按簡單，其實呢，做起來真嘅冇簡單，啊，有個好處哦，那個泌尿系統啊，人講下面有口的地方，能夠收縮。好，你像個膀胱啊、尿道啊，真嘅不管生奶生妹啦，哈，婦人家內面人，都有個安尼漏尿的問題啦、頻尿的問題。好，故說呢，做一隻動作哈，當做係那個提肛縮陰做嘛，哈，你就數起來，至少人憋尿的感覺，那個嘔尿液哈，排尿。好，排又排不出去，按那個要給控制好誒，按那個方式做就錯個哈。好，陳一梅老師跟我做啊，有冇啊？真嘅做起來哈，你就知道講也會沒強鬆，那泌尿系統啊，那個排便系統啊，全部就一次就顧到照顧到按到嘅方向哈。好，記得啦，右片後背，左片前面。右片後背縮，哈，面帶微笑哦。你知道沒這個做苦功有嘛？那個香素運動，香素呢，給安尼上天本來安好的身體，那運動起哈，照顧起。好，記得咯，你要算講右片幾多錢，左片這幾多錢。好，做好些呢，那反方向了哈，前面左片，後背右片。好，你就知道講不用強鬆，任何關節與腺體，那關節的地方哈，你就要做圓形的運動，你做得左，做得前，做得後，做得右，好，你做得做圓形的運動，就表示呢，那關節係動生發的，好，故說你要做，你要這個，好，你做嘢哈，你肩頭最好看莫停痛，你肩頭都好。都正重點，好，你講張開始哈，你是按呢不用強鬆的方式，好，慢慢的呢，你做到好越來越有經驗些哈，你就做呀繞圈圈，搓好安尼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做好些呢吸氣，吐氣不用強鬆，好，你去感覺這個氣脈，這個氣脈哈。從下背到上方的這種暢通哈，做的可以做哈，一隻動作呢，加縮放哈，過一個繞圈圈呢，一隻動作係玉美老師瑜伽最經典7個本身當愛做的動作哈。一下呢，那起放起來哦，你起放起來，你助吹啦，哈，然後你都不卡洗碗啦，你就可以利用時間，你起放起來做啊哈，起放起來做的時候呢，人家有燈呢哈，有燈呢本，你看玉美老師燈呢，哈，轉過來啊，你就扶燈啦哈，扶的燈呢，你有扶冇扶就都冇相干啦，好，同樣按呢，你腳要打開來按呢，唔好按呢變緊緊的，那個係變緊的時候，也個手膝髖關節會緊張，好，你打開來，你就扶燈，好，身體不用那樣扶燈，冇停痛，你就同樣前右後背的時候呢，你肚子收，好，唔好按呢啊，那個翹屁股呢，你家也會舒爽，你家尾肋骨收進來，好，慢慢的做片前面。因為老師都看啊，有上課下課以後啊，好，各位無限做運動時候呢，愛做洗碗的時候啊，哈，我做刷牙，哈，沖牙齒的時候啊，哈，吐菜的時候，起燈的時候，哈，你就按呢轉，你就可以按呢，哈，立來立去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向前面。啊，向右邊，向後背，去哈，肚子數轉來哈，慢慢的，聽的，按呢轉，
好，按來轉，好，你右邊給多多，左邊都給多多，你就按來立咯。你看到啊，立在眼前的，看太看到誒，好，慢慢的張開始，各位哈，還有個秘密哈，這些特別就會讀傳啊，示範業會唔讀好是太薄，好，唔讀好是太薄的時候呢，是強強的，按來強強的，好，按來立，好，右邊給多多，左邊是給多多，好，鄉親朋友。有燈的冇燈的沒冇相干，有符冇符沒所在哈。你還冇符冇東西好符去，你就去個哈，起燈去，你就數張哈，數不用個呀，後背不用個呀，好啊，抽張來啊，起張來，抽張來可以做，起張來沒可以做，你就扶燈去，我同樣前面右邊哈，後背左邊，你就當像素這種感覺，哈，你就做到像行雲流水。鄉親朋友，有看到冇？一隻動作有簡單冇？好簡單啊，唔過做伊個功效哦，加個利益哦，對身體一個幫助哦，係冇簡單哦，哈。嗰時你記得，哈，利用生活上，哈，利用呀平常的時間，可以同這個身體可以帶給我們身體健康，就愛珍惜哈。玉美老師個生活瑜伽好，運動的個安尼方式呢，係帶本大家講，平常時哈，任何時候你就可以做，好，你看安尼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你看電視，做多的時間，你看音樂，花幾多的時間看電視，你看電視的時間，好，坐沒坐等呢，行沒行等呢，好。啊，你那同人打嘴鼓，哈，啊，了沒了的人就安尼帶動呀身邊的人，人朋友啊，好朋友啊，人姊妹呀，哈，做身體健康，哈啊，最後呢結束可以到前面啊個回復，哈，鄉親朋友也哈，有記起玉美老師教我們那個抽燈啊、起燈就可以做穴位的動作，哈，做穴位的動作，安尼呢。你做完去，你就數哈，輕強強的按摩哈，按摩，拍，好，做穴位動作，先撩一下，先去感受下穴位有較輕鬆嘛。鄉親朋友，用繼續來運動了，然後呢，玉美老師呢，帶大家做橫膈膜的拉伸、側腰的拉伸。人家說下部有動到腋下淋巴，哈，各有橫膈膜。呢，假使講彎腰駝背按的時候，你就知道啊，頭氣知道頭唔多氣樣的有嘛哈，啊，看起來呢又冇精神。那讓我看起來有精神呢，那肋骨，那橫膈膜一打開，給橫膈膜這些，比方說上跟下個層有嘛，呼吸，講生命在呼吸之間，透氣吸氣，哈，吐氣，當輕鬆，又當好透氣，哈，那身體就會健康，看起來就有精神。所以玉美老師呢，也來帶大家哈，先做3個呼吸，好，過來這樣做個拉側腰，那然後用手拉開了以後，然後個身體整個拉開來，哈，個脊椎跟椎節跟一節拉開來，好，這樣會做的。給橫膈膜打開來，唔會按呢，哈，動不動就知道冇精神。冇精神呢，唔係講唔當上嘅冇精神，太敢要當上精神啊，太敢要當上精神當好啊，佢又做唔到，又冇辦法做到，係為什麼？所以人橫膈膜被阻塞、被擠壓，好，所以下數呢，太敢數，比方說人家橫膈膜呀，好，慢慢的吸氣透氣，橫膈膜打開，好，吐氣。不用輕鬆，好，也在深呼吸，大家就外面哈，吸氣，橫膈膜打開，好，吐氣，不用輕鬆，改到啊哈，你講呀透氣當長就較長，你透氣較短就較短，好，莫勉強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橫膈膜打開啊，能夠吸到新鮮的氧氣，真好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。做3個有覺知的個呼吸以後呢，抽張來，哈，然後那手呢，哈，板凳呢，哈，稍稍凳呢板一下，好，你就知道，抽到動張，哈，吸氣的時候呢，做手向
左邊來開來，你的吃到講有運動的感覺咯。好，慢慢的手心朝上，吸氣帶上來。好，特別呢，卡樹卡到呀，鄉親朋友，你看哦，你卡樹冇見得，你就可以像玉米老師來按車，錯嘛？你假使講來按呢，冇相干，你就放鬆手肘，放鬆手腕，放鬆肩膀，不用放鬆以後，吸氣再來上來。好，來上來搓掌咯，哈，去感覺，好，感覺你左邊的來，好，慢慢的吐氣以後呢，手呢可以變得那個。靠耳朵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右邊不用放鬆，好，你可以下來，不用放鬆，左邊過來，好，慢慢的，那個肚臍唔會吐出去哦，收進來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吸氣，吐氣，好，你就可以，好，等你行穩住那個身體，好，你停都要做呼吸，唔好停就轉來，好，停就轉來，那比空間跟時間。好，鄉親朋友有看到嗎？因為老師壓片，當你做伸展的時候，你來頂頭的時候，一邊會來，一邊會擠壓，一邊會擠，好，然後給邊擠壓邊拉伸，一邊擠壓一邊拉伸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給我帶上來，好，你就知道當舒服哈，鬆手腕，鬆手肘，鬆肩膀，好，慢慢的擴胸，好，放鬆。瑜伽哈，瑜伽的運動，老所有的運動冇同樣，就係唔能停留，哈啊一片一片來，一片擠壓，哈，按你過彎片的時候，你做的可以排我們的神經系統的毒素，說神經系統就會，你講神經系統就像淋巴啦，就係嗰種內在深層的能量的意思出來，也係人當人有嘛哈，當人按不頭水唔睇啦。好，按是應該動胸水啊，這些水唔睇，這些兩個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神經不平衡呢。可是你做瑜伽以後，你做運動以後哈，那你來伸來存來，好，來存來，好，記得咯，你按你沒想過，好，你這個你看天師講下做，你一聽到老玉美老師講下做，老娘身體有記憶，老娘細胞有記憶耶。好，你記得呢？好，你身體記得講哦，按你當舒服哦，好，你就會扛下來做嘞。好，一下揾一片咯，剛下一片沒擠壓嘛。好，一下就揾一片來開來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你就不用等你哈，你可以扣住你的燈呢，好，沒可以抓着，沒可以不用到你個燈的邊緣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不用輕鬆。好，你有來幾度都冇相干啦哈，你最重要愛享受這種感覺。記得咯，你左邊那邊放鬆，左邊那邊放鬆。好，吸氣來伸，好，吐氣不用放鬆。一下你有這種乜個感覺呢？鴉片我順軟的感覺，做到順軟，唔好做到痛。好，你知道順軟了，好，停差不多2升沒有到3升沒有。好，吸氣給我還原，往上。啊，做完就有安尼透太氣的感覺啊。好，鬆手腕，鬆手肘，鬆肩膀，好，慢慢的擴胸，吐氣，不用放鬆。做大個動作哈，做有覺知啊，你知道你要去心，好，不用說兩個移動上面，好，呀，你用這數了哈，吸氣，擴胸，好，慢慢的吸進大點能量，有透氣真好，新鮮的空氣，好享受，好感恩。好，慢慢的往上，好，不用放鬆哦，往上以後來存來，好，來存，然後你可以用兩個手掌哈，10個手指頭交叉，好，慢慢的分掌，不用來上去，張開是個它一片一片，好，你張開是一天沒辦法來存的啦，你一天那呢，肩頭昂高啦，兩個手背，好，然後動緊繃啦，你張開是按你沒相干。好，慢慢的這樣存出來以後，來上去，最後會變到耳朵旁邊。好，然後兩片了哈，慢慢的吐氣向右片。好，停留啊，吸氣，來開來，吐氣。鄉親朋友有看到嗎？有看到那個脊椎啊，整個骨也來上來。好，慢慢吸氣，上去。好，先不用放鬆哦，鬆手腕，鬆手肘，鬆肩膀，然後手不用要頭拿檔。
好，安尼就可以不用輕鬆安尼個肩頭啊緊張的地方，好，解到啊，吸氣過來上來。相信朋友要記得咯，有右片就有左片啊，兩片一定要平衡啊。好，慢慢的來上去以後，這樣轉，這樣彎，好，吐氣，不用輕鬆，左片來右片，你一次都講右片的來上，整個伸展。好，停留，吸氣，吐氣，好，來，去停到個哦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向當方。好，吐氣的時候記得哦，鬆手腕，鬆手肘，鬆肩膀，哎呦，很刺眼哦，有這種感覺。好，慢慢的打開來，打開來，剛才那手掌剛剛有緊張沒？那不用啊，講要像蓮花手一樣的轉手腕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慢慢的轉，好，按你轉，那手三陰，手三陽，轉手腕，轉手肘，轉肩膀，動衝腰。好，不用扛，不用下來，不用下來，不用下來，好。做腿以後，大概動作做完之後，哎，頭吸一下，好，那提醒自己鬆手肘、鬆手、鬆肩膀，全部不用輕鬆。好，啊，你做完就知道講哦，頭吸它太白，好知道，呼吸無障礙，好，然後腳呢不用下背踢球去的，你做的可以做到拉側腰，然後玉梅老師要教你哈，然後很多蝴蝶式，沒有的合折式，然後腳哈拿上來。好，你張口是一天不用到一天按高，好，慢慢的呢，你那個鼠蹊髖關節呢，會鬆開以後，你就可以慢慢的不吐氣，好，你就會知道講，哎，要打開來以後，你不用到要抽張來，抽燈的抽張來，你本身呢，你要還順方的個肌肉跟頸椎有來到，好，啊，你用左手強強的鬆一下，右手長等呀，好，慢慢的轉過來吐氣。好，你會看到個一個動作，你剛剛你腳拿上來，好，拿上來等的方，你就唔會氣血往下墜，然腳就它唔會水腫啊。好，你接將你等的抽等的時候哈，某一天你腳要不用下擺，好，你就拿到等的方當上來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呀腳不用等的方本身就有好處誒，好，那個氣血唔會往下墜啊，血液循環啊會轉來，人家個。會恢復到那個鼠蹊髖關節，好，故說你做又順下做運動，吐氣，好，你腰彎一片哦，好，你一片，你跟鬆過去一下，你也會轉到來吐氣，好，你就知道個哦，也會整開來，整開來，整開來，好，慢慢的吸氣轉來，好，像前面有知道那個也會啦，人家腳不用當空氣，你那邊會很輕鬆，那邊會很輕鬆，有嗎？好，過來啊，過改到啊哈。右手掌，好，撐着它，左手推一下，伸直，好，轉肩吐氣，好，去感覺，好，慢慢的頭吸吸氣，慢慢的頭吸吐氣，好，慢慢的吸氣轉來，好，不用輕鬆，改到哦哈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轉過來，不用輕鬆，好，慢慢的吸氣轉來。好，做它以後呢，你抽張來哈，數10個手指頭，好，撐着它，抽張來，慢慢的吸氣，吐氣，好，腳打開來呢，佫有做到側腰，人家要扶起來去哈，你強強的哈，然後人家手哈扶登起哈，佫抽張來，佫拉起安尼，好，並起來，好，因為老師佫順帶讓我講，你大擺安尼練，你像玉梅老師一樣來講啊，腳拿起來哦，好，慢慢的你看哦，沉出來，好，你就這樣，你就知道講，高兩個手，高兩個腳，好，慢慢的伸出，你腳伸出來，嘿，你腳伸出來啊，你看玉梅老師可以做到安尼嘛哈，你就知道，你這本有信心講，你個運動呢要一步一步的進步哈，好，慢慢的安尼。古時候人講退休的迄老人家啊，哈，無嘛好做，無嘛好搞7個腳，搞7個手，好，你就會知道啊，當快樂，身心舒暢，當健康，你就好睡，好食啊，好料，身體就會健康，好，大家就做得很棒哦，記得咯，好，當日7個練習哦，安子說。